60歲後的婚姻，很多時候已經不是婚姻，而是一場披着陪伴外衣的晚年博弈。如果你正在考慮60歲後嘅婚，或者你身邊有長者正準備領老入花叢，請你務必看完呢個視頻。呢個唔係一篇勸人孤獨終老嘅消極說教，而係一場用血淚教訓堆砌出嚟嘅殘酷覺醒。今晚我哋唔談風花雪月，只用最冷酷、最露骨嘅因果規律，幫你標寫為河八成人，最終落得人財兩空嘅下場。等陣間你會聽到一個又一個活生生嘅故事，每一個都係真實發生喺我哋身邊嘅悲劇。而佢哋嘅共通點就係將晚年嘅寂寞誤以為係真愛，將利益嘅算計誤以為係家庭嘅溫暖。等我哋先從一個殘酷嘅提問開始，點解好多老人家辛辛苦苦一世，臨老想揾個伴，最後佢落得人財兩空，連親生仔女都同佢斷交嘅悲慘下場？呢個問題表面上係關於愛情同陪伴，實際上卻係關於人性利益同因果嘅終極考驗。香港社會步入高齡化，根據政府統計處嘅數據，65歲以上長者人口已經超過150萬，而且仲不斷上升。喺呢個龐大嘅群體當中，喪偶或者離婚嘅長者為數不少，佢哋當中好多人都有尋找晚年伴侶嘅渴求。然而理想好豐滿，現實卻極度骨感。我哋時不時就會聽到身邊有人講起邊個阿伯娶咗個內地女人之後，間屋俾人霸埋，自己俾人趕咗出街。又或者邊個阿婆嫁咗個退休阿叔，結果自己嘅積蓄俾人呃晒。呢啲故事唔係都市傳說，而係每日都在上演嘅人間悲劇。已故嘅香港張銘文化人，精通儒釋道義學嘅岑日飛大師，生前曾經有過一通達嘅開示。佢老人家指出，晚年二婚失敗，8成唔係因為你揀錯人，亦唔係對方天生係壞人，而是你犯咗晚年最致命嘅利益死穴。岑大師一生浸淫喺中國傳統文化嘅智慧當中，佢睇透咗人性嘅本質，知道當一個家庭嘅結構喺晚年被強行重組，如果冇一套清晰嘅利益界線，就好似喺一間已經有地基嘅舊屋上面亂加建，最終只會令整間屋倒塌。佢嘅開示值得我哋每一個即將步入晚年，或者身邊有晚年長者嘅人好好咀嚼同反思。岑大師曾經喺一次講座中講過，人到晚年最忌諱嘅就係將感情同利益混為一談。年輕時你可以輸，因為你有時間翻身；晚年你輸一次，就係輸掉成個人生。呢句說話正好點出咗晚年再婚嘅核心危險。要解開呢個死穴，首先要認清一個殘酷嘅本質：60歲後嘅婚姻早已冇咗年輕時白手起家、共同奮鬥嘅純粹。年輕時結婚，大家一齊捱，一齊供樓，一齊養育子女，所有嘅資產同負債都係共同創造，所有嘅血淚同汗水都交織喺一齊。嗰種婚姻嘅基礎係深厚嘅感情同共同嘅經歷。但係60歲後嘅再婚呢？每個人背後都有自己嘅仔女、自己嘅供樓負擔、自己對醫藥費嘅打算，甚至自己對身後事嘅安排。呢啲全部都係已經成型嘅利益格局，冇人可以輕易抹去。岑日飛大師曾經講過，假如能夠讀通易經，從四維角度看三維觀看人間世嘅感悟，將大大不同。用易經嘅智慧去睇晚年再婚，你就會發現半路夫妻各懷鬼胎，利益交織，親情瓦解，唔係一句刻薄話，而係赤裸裸嘅現實。如果你把半路婚姻當作真愛，過早把房產儲蓄與對方的利益捆綁，你就等於主動把自己的晚年尊嚴雙手奉送。等我哋先睇一個反面故事，一個典型到令人心寒嘅案例，你就會明白乜嘢叫做人財兩空。呢個故事嘅主角，我哋叫佢發叔。發叔今年70歲退休前，係一個勤勤懇懇嘅公務員，喺政府部門做咗30幾年，雖然職位唔高，但勝在穩定。退休後有一筆可觀嘅長俸同公積金。發叔嘅亡妻係佢中學同學，兩個人幾十年來一齊，由由最初住板間房，到後來儲到首期上車，再慢慢供斷咗港島一個400幾里嘅單位。嗰間屋雖然唔算豪華，但係見證咗佢哋成個家庭嘅成長。兩個仔女都係喺嗰間屋出世長大。可惜天不假年，發叔嘅老伴3年前因為癌症過身，留下發叔一個人面對空蕩蕩嘅屋企。老伴走咗之後，發叔嘅生活完全變咗樣。佢本來唔識煮飯，以前都係老婆一手包辦，而家佢每日只能夠煮個即食麵，
或者落街買個燒味飯，夜晚對住4面牆電視，開到大聲都掩蓋唔到嗰種深入骨髓嘅寂寞。佢曾經試過打電話俾2個仔女，但仔女各自有家庭有工作，邊得閒日日陪佢傾偈。大仔做地盤管工，收工返到屋企已經散晒。細女嫁咗去新界，1個禮拜先返嚟一次。發叔覺得自己好似俾成個世界遺忘咗。就喺呢個時候，佢喺公園晨運嗰陣認識咗一個女人叫做阿珍。阿珍細發叔12年，自稱係寡婦老公。早幾年車禍過身，有一個仔已經出身，自己做過保險經紀。而家半退休，阿珍對發叔極之熱情，日日陪佢飲茶行山，仲會煮飯俾佢食，幫佢執屋洗衫。發叔覺得自己終於揾到第二春，人生再次有咗意義。發叔嘅仔女一開始已經覺得唔對路。大仔曾經私下同老豆講，阿珍呢個女人來歷不明，佢對你咁好，會唔會係睇中你間屋同啲退休金？但係發叔聽完之後大發雷霆，鬧個仔唔孝順，唔體諒佢嘅孤獨，仲話你阿媽走咗之後，你哋有幾何理過我？而家有人關心我，你哋就話人哋貪錢，你哋係咪想我孤獨終老先安樂？呢番話講到咁重，2個仔女都唔敢再出聲。半年之後，阿珍開始同發叔商量結婚嘅事。佢話我哋都咁大年紀，大家都係揾個伴，不如正式註冊，等我名正言順照顧你。發叔不顧仔女嘅強烈反對，執意同阿珍去婚姻登記處註冊結婚。婚後冇幾耐，阿珍就軟硬兼施，要發叔喺房產證上加名。佢嘅理由係，而家我係你老婆，間屋有我一半都好正常，萬一你有咩事，我都仲有個地方住。發叔覺得阿珍講得有理，於是就同阿珍聯名擁有咗間屋。結婚初期一切似乎都仲幾好，但係好景不常。結婚2年後，發叔嘅身體開始出現問題，最初係血壓高同糖尿病，後來仲發現心臟有啲阻塞，需要做搭橋手術。呢個時候，阿珍嘅真面目開始逐漸浮現，佢開始揾各種藉口推脫照顧發叔嘅責任，話自己腰骨唔好抱唔喐。發叔又話自己血壓高唔可以熬夜。與此同時，佢仲教唆自己嘅親生仔，即係發叔嘅繼子搬入發叔嘅物業。呢個繼子30幾歲，做緊運輸散工，成日冇所事事，一搬入嚟就當正自己係主人，將發叔嘅雜物掉晒，仲要發叔讓出主人房俾佢住。發叔病緊都冇辦法反抗，只能夠屈就喺細房。發叔嘅親生仔女得知呢個情況，當然怒火中燒，上門同阿珍理論。但阿珍話呢度係我同發叔嘅屋，你哋已經嫁咗，同分咗家，唔關你哋事。雙方大吵一場，最後不歡而散。發叔嘅仔女覺得老豆當初一意孤行，而家自食其果，於是索性同發叔斷絕來往，電話都唔聽。發叔做完手術之後，身體大不如前，行路都要用拐杖。阿珍同繼子對佢嘅態度越嚟越差，成日指桑罵槐，話佢左手左腳，累人累物。繼子甚至開始喺屋企開派對，叫晒啲朋友返嚟飲酒猜枚，嘈到發叔冇覺好瞓。發叔試過出聲投訴，但阿珍反而鬧佢：你呢個老嘢仲想點食我哋嘅？住我哋嘅仲咁多聲氣。發叔終於明白，佢已經由呢間屋嘅主人變咗做一個寄人籬下嘅可憐蟲。到後嚟，阿珍同繼子更加暗示發叔去住老人院，話你病成咁，我哋又要返工，邊有時間照顧你？不如去老人院，有專人照顧仲好。發叔知道，一旦入咗老人院，呢間屋就徹底唔再屬於佢，但係佢已經冇能力反抗，因為連身份證同銀行存摺都俾阿珍收埋咗。最後發叔因為傷口感染，要再次入院，躺喺病床上。臨終前嘅日子，只有護士偶然會行過嚟睇下佢。阿珍同繼子幾乎從未出現。發叔臨走前流住眼淚同護士講：我後悔啊，我唔應該加名，唔應該信佢，我對唔住我啲仔女。可惜一切都已經太遲。發叔用自己嘅血汗錢養活咗另一個家庭，而自己嘅親生骨肉卻因為佢嘅固執而同佢恩斷義絕。佢走嗰陣間，都已經俾阿珍同繼子霸佔佢嘅仔女，甚至連遺產都分唔到，因為聯名物業會自動歸屬叔。發叔嘅故事唔係虛構，而係香港社會時有發生嘅真實悲劇。有社會團體公布嘅樂齡身心靈健康調查，訪問咗400幾名60歲以上長者，結果顯示超過40%受訪長者表示有心事無人分享。呢個數字恰好係發叔困境嘅最佳注腳。物質生活可能唔缺乏，
精神生活卻係一片荒漠。發叔嘅悲劇表面係被騙，本質卻係因為太過孤獨。佢將孤獨當作係尋找伴侶嘅唯一理由，忽略咗現實中利益交織嘅複雜性。當一個人嘅情感需求過於強烈，就容易遮蔽理智嘅雙眼，睇唔清楚對方嘅真正動機。晚年嘅孤獨感係一把雙刃劍，佢既可以推動人去尋找新嘅寄託，亦可以令人陷入萬劫不復嘅深淵。心理學上有個名詞叫做情感飢渴。當一個人長期缺乏情感交流，就會對任何一啲善意都產生過度嘅依賴同信任。呢個時候最容易俾人乘虛而入。發叔就係典型嘅例子。佢唔係蠢，只係太寂寞好啦。睇完發叔嘅悲劇，你可能會心驚膽戰，甚至對晚年尋找陪伴產生恐懼。唔使急，等我哋先飲啖茶，平復一下心情。人勞碌怕寂寞，想揾個伴，呢個係人之常情。岑日飛大師從不反對晚年尋找陪伴，佢反對嘅係用透支自己晚年防線嘅方式去換取陪伴。飲啖茶，睇清楚通透嘅人係如何既享受陪伴又守住底線。你可以想象下一杯靚茶，如果沖得太濃，就會苦澀難入口；如果沖得太淡，又會寡而無味。晚年嘅陪伴都係一樣，要恰到好處，要保持適當嘅距離同界線。過度嘅投入同依賴只會令你失去自我，最後連嗰杯茶都飲唔到。岑大師曾經用一個好貼切嘅比喻，晚年嘅感情生活應該好似冬天着衫，要逐件加上去，覺得暖就夠，千祈唔好一次過將所有衫都着晒，否則一出汗一吹風反而會冷病。呢度就不得不提易經嘅智慧。易經第37卦係家人卦，而緊隨其後嘅第38卦就係葵卦。家人卦代表一家人和諧相處、相親相愛，而葵卦嘅意思係乜？葵係兩目相背，即係不相同、不相交、不一致，甚至背道而馳。古代葵嘅意思就係夫妻反目、意見不合。從卦序嚟睇，序卦專講得好清楚，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葵，葵者乖也。呢句說話嘅意思係，一個家庭如果窮困到極點，或者內部嘅秩序崩潰咗，就必然會出現寡義同背離嘅情況。用岑日飛大師嘅角度去解讀，一山不能藏二虎，一個家容不下兩個利益群體。半路夫妻背後係兩個不同嘅家族，當兩個沒有血緣，只有利益防備嘅家族強行將晚年融合成一家人，喺天道因果上必然會引發無休止嘅內耗與小人。道長進一步深究易經嘅義理，家人卦嘅卦辭係離女貞，強調嘅係女性係家庭中嘅正位同穩定作用。但呢個正位係建立喺長久共同生活嘅基礎之上，而唔係晚年突如其來嘅組合。家人卦嘅聯尊話：家人有嚴君一，父母之謂也，夫婦子之正經，弟弟夫婦夫婦。而家道正正格而天下定矣。呢段說話強調嘅係每個家庭成員都有各安其位、各受其分，先至能夠家道興旺。但晚年再婚，將兩個本來已經各有定位嘅家庭硬生生拼湊埋一齊，就好似將兩幅唔同嘅撇圖夾硬嵌埋，結果只會格格不入。葵卦嘅卦辭則係小時吉，講嘅係喺乖異嘅狀態下，只適合處理小事，大事必然凶險。晚年將財產、房產、繼承權呢啲大事同一個新結合嘅伴侶捆綁，正正犯咗葵卦嘅大忌。你將一件小事吉嘅局面硬生生搞成大事凶，因果報應自然隨之而嚟。岑日飛大師喺解讀易經時，經常強調天道循環，因果不爽。當你違背咗家庭結構嘅自然規律，強行將唔同利益群體跟綁埋一齊，最終必然係悔倫，即係後悔同災難。除咗易經之外，儒家經典都有相關嘅智慧。利己曲禮話：父母在，不許有意死。雖然講嘅係另一回事，但背後嘅精神係提醒人唔好因為一時嘅情感衝動而做出危及家族利益嘅決定。晚年再婚，其實就係將自己嘅個人情感置於家族利益之上，結果往往會傷害到自己同仔女之間嘅關係。岑日飛大師融合儒釋道三家，特別強調中庸之道，即係凡事都要適中，唔可以過度。晚年揾伴適度就可以，但如果過度投入，甚至犧牲自己同仔女嘅利益，咁就違背咗中庸之道，必然招致禍患。講到呢度，或者你會問，咁係咪即係話晚年唔可以揾伴？當然唔係，等我哋睇下通透嘅琴姐係點做嘅。琴姐今年68歲，退休前係一間中學嘅中文教師。早年喪夫，獨自湊大兩個仔女，
佢嘅仔女已經出身，一個做律師，一個做會計師，對阿媽都好孝順。但係仔女始終有自己嘅生活。琴姐一個人住喺九龍，一個500幾呎嘅居屋單位，難免都會覺得寂寞。後嚟佢喺行山嘅時候認識咗一個退休工程師，叫做陳生。陳生比琴姐大2歲，老婆都係早年過身。兩個人都從意行山、影相、飲茶，好快就成為好朋友。相處咗大半年之後，陳生主動向琴姐提出想一齊生活，互相有個照應。但係琴姐並冇被愛情沖昏頭腦，佢好冷靜咁同陳生講：我哋都係成年人，我明白大家嘅需要，不過我有一個條件，就係我哋只同居唔註冊我嘅屋係我嘅，你嘅屋係你嘅，我哋可以輪流去對方屋企住，但係產權絕對唔可以。喐錢方面，日常開支大家夾分，邊個買餸就邊個俾錢，唔好搞到一筆糊塗賬。你嘅仔女你負責，我嘅仔女我負責，將來有病有痛，大家各自揾自己嘅仔女幫手，我唔會做你嘅免費看護，你亦唔好插手我嘅遺產安排。陳生聽完之後，初初都有啲愕然，覺得琴姐太見外，但係琴姐解釋，正係因為我重視我哋嘅關係，我先至要講清楚。好多晚景淒涼嘅人，就係因為一開始冇講清楚，最後搞到不歡而散。我哋清清楚楚，反而可以長長久久。陳生思考咗幾日，最後都同意咗琴姐嘅條件，於是兩個人就開始咗佢哋嘅同居生活。佢哋每個禮拜有幾日一齊住，有時喺琴姐屋企，有時喺陳生屋企。平時各自有自己嘅空間，週末就一齊去飲茶、行山、睇展覽。陳生有時會買啲生果俾琴姐，琴姐有時會煲湯俾陳生，兩個人相敬如賓，相處得好愉快。最重要嘅係雙方嘅子女因為冇任何利益衝突，反而對呢段關係持開放態度。琴姐嘅仔女每逢過節返嚟探阿媽，都會買多一份手信俾陳生，客客氣氣叫聲陳叔叔。陳生嘅仔女見到琴姐都會禮貌咁叫琴姨。兩家人甚至會一齊食年夜飯，氣氛融洽到令人羨慕。琴姐曾經同人講：我而家好開心，有人陪我傾偈，陪我玩，但我唔使擔心佢會謀我間屋，因為我哋早就講好晒我嘅錢，我話事，佢嘅錢佢話事，我哋之間嘅關係純粹係陪，唔涉及任何利益。呢種感覺好輕鬆好自在。琴姐嘅做法就係完美地演繹咗相伴不相伴嘅智慧。佢明白晚年嘅幸福唔在於你擁有多少人，而在於你同身邊嘅人保持幾多舒適嘅距離。太近會互相傷害，太遠會寂寞難耐，唯有保持一個適當嘅界線，先至可以長久相處。佢守住咗3條底線：第一，唔註冊，避免法律上嘅光綁；第二，唔分產，各自嘅資產各自保管；第三，分清邊界，各自嘅子女各自負責。呢3條底線看似無情，實則係對彼此最大嘅尊重同保護。講到呢度，我相信你已經明白，晚年2婚失敗嘅關鍵，從來都唔係對方係咪好人，而係你有冇守住自己嘅底線。如果你正準備或者正在考慮晚年再婚，以下3大無情鐵律，請你牢牢記住，最好抄低貼喺床頭，每日睇一次。鐵律1：未分產更未加名。你嘅房子與存款係你老年唔使睇人臉色食飯嘅最後底氣。一日未閉眼，一日都唔好在資產上寫上對方嘅名字。即使對方用盡甜言蜜語，或者用你唔加名就係唔愛我嚟情緒勒索你，你都必須企硬。記住，愛一個人唔需要用間屋嘅名嚟證明。真正愛你嘅人唔會逼你將自己嘅保障拱手讓人。有好多案例顯示，長者加名之後，對方態度即時大變，由當初嘅溫柔體貼變成冷淡苛刻，因為佢嘅目的已經達到。所以守住你嘅資產就係守住你嘅尊嚴。如果你真係想對對方好，可以考慮喺遺囑入面預留一筆現金俾佢，但絕對唔可以生前就將業權轉讓。另外仲要小心逆按揭，呢類金融產品唔好輕易簽署任何文件，最好先同自己嘅仔女或者信任嘅專業人士商量。鐵律2：只陪伴不註冊，法律上嘅登記背後係財產、債務與贍養義務嘅強制捆綁，不註冊先至係對彼此家族最體面、最無負擔嘅溫柔。正如有評論文章指出，呢種現象被稱為有償夫婦關係，雙方心照不宣地進行一種功能交換，長者提供經濟資源，對方提供陪伴與情感慰藉。表面上係一場公平交易，但實際權力極度不對等。
長者付出嘅往往係不可逆轉嘅畢生積蓄，而對方只需付出可隨時撤回嘅陪伴。一旦婚姻破裂或目的達成，長者就可能人財兩空，連基本嘅晚年保障都喪失殆盡。我哋要明白，婚姻註冊嘅法律效力係為咗保障一對要共同奮鬥幾十年嘅伴侶，而唔係為咗晚年短暫嘅陪伴。你同對方嘅關係完全可以用伴侶嘅名義繼續，而唔需要法律嘅硬綁同佢關係，同樣可以互相照顧，而且更加靈活。萬一相處落唔適合，大家可以和平分手，唔使搞到打官司。鐵律三，分清邊界，各顧各子。對方嘅子女永遠係外人，唔好試圖去當慈祥嘅繼父或繼母。金錢和情感上保持客客氣氣嘅街坊分寸，反而能少生恩怨。你要明白，對方嘅子女同你冇血緣關係，佢哋對你嘅尊重只係基於你同佢哋父母嘅關係，而唔係發自內心嘅親情。過度嘅投入只會換嚟失望同傷害。你最好同對方講清楚各自嘅財產同子女嘅事務，大家互不干涉，避免日後產生矛盾。保持一種禮貌而疏離嘅關係，反而可以令大家相安無事。記住，你嘅仔女先至係你嘅血脈，你嘅遺產，你嘅關愛應該優先留俾佢哋，唔好為咗討好新伴侶而冷落自己嘅仔女。呢樣嘢係最傷仔女心嘅。有律師指出，晚年再婚所衍生嘅財產糾紛非常普遍，子女擅自轉走資產、繼母提告追討等案例時有發生。再婚情況喺香港非常普遍。根據政府統計處2023年嘅數字，結婚人數當中涉及再婚嘅比例高達42%。再婚比例越高，意味着潛在嘅糾紛風險就越大。統計數字顯示，晚年再婚後5年內發生嚴重財產糾紛嘅比率遠高於一般婚姻。呢個數據提醒我哋，晚年再婚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必須謹慎處理。法律界人士建議長者如果再婚，最好預先訂立婚前協議，列明雙方嘅財產歸屬同埋遺產安排。雖然咁做好似好煞風景，但係可以避免日後嘅爭拗。另外，亦應該盡早訂立平安紙、遺囑同持久授權書，確保自己一旦失去決策能力，仍然有人可以按照自己嘅意願管理財產。其實我哋再深入啲思考，晚年再婚嘅本質，除咗係情感需求之外，仲涉及到一個人對自己晚年生活嘅定位。你究竟想點樣度過你嘅晚年？係希望有一個穩定安寧、有尊嚴嘅環境，定係願意冒險去追求一段可能帶嚟巨大風險嘅關係？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嘅選擇負責。花叔選擇咗冒險，結果一敗塗地；琴姐選擇咗理性，結果安享晚年。你嘅選擇將決定你嘅結局。岑日飛大師曾經講過，晚年嘅智慧在於知所進退，知道幾時應該進一步，幾時應該退一步。呢個就係人生嘅學問。晚年穩伴，進一步係情感，退一步係利益，兩者之間要取得平衡，先至能夠行得遠。另外仲要諗清楚一個問題，你究竟需要嘅係乜嘢？係真正嘅情感交流，定係只係一個填補空虛嘅工具？好多長者其實自己都搞唔清楚，佢哋以為自己需要一個伴侶，實際上佢哋需要嘅只係有人陪佢講客嘢食下飯。呢種需求其實可以透過參加社區活動做義工，參加興趣班嚟滿足，而唔一定要透過再婚。香港有好多長者中心地區團體，定期主辦各種活動，行山唱粵曲，學書法打太極，大把機會識到新朋友，將情感寄託擴闊到社交圈子，而唔係集中喺一個人身上，風險會細好多。錢一飛大師都曾經鼓勵長者一樣，老有所學，老有所為，透過學習新事物同參與社會嚟豐富自己嘅晚年生活，而唔係將所有希望寄託喺一段新嘅婚姻上面。再講返琴姐嘅故事，佢之所以能夠咁通透，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有自己嘅興趣同社交圈子。佢每星期都會去工聯會上書法班，又參加咗一個行山團，識咗好多志同道合嘅朋友。即使陳生唔喺身邊，佢都唔會覺得寂寞。佢曾經分享過，一個人嘅快樂唔應該建築喺另一個人身上，你自己先要學識同自己相處，先至可以同別人相處得好。呢句說話好有智慧，值得所有長者記住。當你內心充實，你嘅情感需求就唔會咁容易變成一種軟弱，俾人有機可乘。最後，等我哋用岑日飛大師嘅一句說話作為結尾。佢老人家講過，晚年最好嘅風水係相伴不相伴。
用理性嘅界限保護感性嘅親情，先至係真正體面嘅致命誤導。呢句說話嘅深層意思係真正嘅陪伴，係令雙方都感到自在，而唔係互相壓綁、互相拖累。晚年嘅幸福在於你懂得如何同自己相處，亦懂得如何同別人保持適當嘅距離。伴侶之間可以一齊睇日出日落，可以一齊飲茶傾偈，但係大家嘅錢銀物業仔女就要分得清清楚楚。呢種界線唔係無情，而係對彼此嘅尊重。當你守住呢條界線，你嘅晚年就會安穩。一旦你跨越咗呢條界線，就好似行鋼線一樣，隨時會跌落深淵。茶淡落但不苦啦。如果你認同呢篇文章嘅觀點，請喺評論區打下相伴不辦4個字，並點擊訂閱知名悟道堂，願每一位長者都能守住底線，體面終老。記住，你嘅晚年生活應該由你自己話事，而唔係由命運或者他人主宰。守住你嘅財產，守住你嘅界線，就係守住你嘅幸福。我哋嘅頻道會繼續為大家帶嚟更多關於人生智慧、傳統文化同晚年規劃嘅內容，希望各位老友記可以一齊學習，一齊成長。再見。